渔夫二路三舫架4月顶，正代表台湾历史上城市重要兴起。对此议员赵坤元伫总日巡得以咸水月顶港灯会，伫市府一直宣传办甲有声有色的同时，嘛希望加强兴建5座景观桥梁。会中嘛以台北大湖、台中立川以及咱南区的德溪为例，希望为咸水加添新的水环境焦点。对此，教育局长表示，目前以咸水桥作为优先，已经尽力其中规划。我是看到人施做了，迄个景观都确实真正袂歹，带转来咱台南，来拜托咱陈局长来延续着咱朱局长迄阵对地方的关心，来提出，伊会当我今仔会当伫遮听到咱陈局长对这条月顶港有这几条桥。咱有啥物想法？有啥物做法？月津港有5座桥梁啊。那5座桥梁里面，目前其实某些桥梁其实是目前现阶段还是整个还是堪用。那目前我们现在在做两个方式，我们在做盐水桥的南4支线的这一个先做一个规划，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处理，然后有的话我们看有中央的相关机关科跟中央政府，那没有相关机关，我们按照相关的期程来做一个办理。另外的一个相关的，包括公18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桥梁，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先做整个一个简单的修复，然后整个绿美化能够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改善。那以上大概就是整个对月津港的一个相关桥梁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情形。根据2024年统计，月顶港灯会已经突破100万人次，所以议员会中嘛要求文化局扩大灯会展区，增加会灯的规模，甚至找出过去所称的咸水北景。同时呼吁水利局将伫水路停车场开挂，彰显月顶港的旧河道。咱的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